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日頭條，我是主播小飛。今天是4月6日。中國短劇圈傳來震撼消息，被稱為短劇女王的26歲演員田園突然宣布隱退。這位在3年內拍攝超過60部作品的當紅演員，發表長文痛揭行業內幕，直指中國短劇產業已經淪為流量至上的變態市場。根據自由時報的報道，田園在文中坦言，原本懷抱演藝夢想踏入這個領域，如今卻發現整個行業已經扭曲變形，頭部演員被不斷追捧抬高身價，而像他這樣不願迎合潛規則、不願把自己變成數據與商品的演員，最終只能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位置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田園揭露了人工智慧正在取代真人演員的亂象，許多製作方為了壓低成本、提高產量，開始大量使用 AI 生成的虛擬演員，真正熱愛表演藝術的人反而失去舞台。他在文中感嘆，曾經對表演懷抱的滿腔熱血，在這個行業裏逐漸冷卻。這段話不僅道出個人心聲，更反映了整個中國娛樂產業在北京當局嚴格管控下的畸形發展。大紀元報道指出，田園的隱退背後，其實揭露了中國演藝圈長期存在的深層問題，在言論審查與商業利益的雙重擠壓下，藝術創作空間不斷被壓縮，演員要麼選擇配合成為賺錢工具，要麼就只能黯然離場。田園的決定雖然令粉絲惋惜，但他表示不後悔走這一行，只是這個行業已經不再是他當初嚮往的樣子。這起事件也讓外界再次看見，在北京當局主導的文化產業裏，創作自由與藝術理想往往難以生存。說到網路自由，有一個重大轉變正在發生。隨着 TikTok 美國業務的重組完成，這個曾經完全受北京當局控制的平台，演算法終於不再聽命於中國政府。大紀元分析指出，過去在 TikTok 上搜尋天安門，只能看到風景照片，任何與1989年6月4日事件相關的內容都被系統自動過濾。同樣地，新疆在教育營、香港反送中運動、西藏人權等敏感話題，在 TikTok 上幾乎完全消失。這種資訊封鎖不僅發生在中國境內，更透過演算法輸出到全球用戶的手機熒幕上。如今美方全面接管 TikTok 的技術運營，用戶數據儲存在 Oracle 運營的美國本土雲端環境中，演算法也不再受到北京當局干預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那些長期被中國共產黨掩蓋的人權真相，包括對維吾爾族的迫害、對法輪功學員的打壓、對異議人士的監控，都有機會在這個擁有數億用戶的平台上重新曝光。希望之聲報道特別提到，這場重組正在改變中共大外宣與民間真相傳播之間的力量對比。過去北京當局透過控制演算法來塑造全球輿論的手段，如今面臨重大挑戰。當然，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管，預料將會採取更多手段阻止真相外流，但至少在 TikTok 這個戰場上，資訊自由取得了階段性勝利。另一個關於網路自由的消息同樣值得關注。北京當局在今年2月強迫蘋果公司將推特創辦人傑克·多西開發的去中心化通訊軟體 BitChat 從中國區 App Store 下架。根據印度時報的報道，中國網路監管機構引用所謂社會動員管理規則，要求蘋果移除這款應用程式。BitChat 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完全透過藍牙和網狀網路運作，不需要網際網路連線，這讓它成為抗議者的重要工具，在尼泊爾、馬達加斯加和伊朗的示威活動中都曾被廣泛使用。正因為這個特性，BitChat 與北京當局的網路監控體系完全不相容，成為中國政府的眼中釘。多西對蘋果的配合表達抗議，但蘋果回應稱開發者有責任理解並確保遵守當地法規，實際上就是選擇屈服於北京當局的壓力。這起事件再次顯示，中國共產黨對資訊流通的恐懼有多深，任何可能讓人民自由交流、組織串聯的工具，都會被毫不留情地封殺。諷刺的是，這款軟體在伊朗抗議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，而北京當局急於將它趕出中國市場，恰恰證明了專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本質恐懼是共通的。最後來看美國總統川普最新的強硬表態。根據 X 上 Internews 4月6日的推文，川普重申他的執政理念：勝者就該拿戰利品。他指出，美國100年來都沒有這樣做，即使在二戰後還幫助德國重建。但德國現在的態度讓川普相當不滿。柏林方面聲稱這不是他們的戰爭，
還要求美國總統事先匯報每一步軍事計劃。川普直言，如果真的告訴德國政府行動細節，他們肯定會洩密，美軍救援行動就不可能這麼成功。這番話是在美國出動200名特種部隊深入伊朗西南部，成功救出被擊落嘅 F-15E 戰鬥機飛行員之後發表的。川普的這番言論清楚展現他的外交哲學：美國不再當免費的世界警察，盟友必須承擔責任，而且美國有權為自己的軍事行動獲取合理報酬。這種美國優先的思維與過去幾十年的外交傳統截然不同，但川普顯然認為，正是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策略，才讓美國重新贏得尊重。他對德國的批評也反映出，川普政府對那些一邊享受美國保護，一邊批評美國行動的盟友已經失去耐心。這場美伊軍事衝突還在持續，川普的強硬立場不僅重塑美國外交政策，也正在改寫戰後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。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。